圣诗132首，耶稣听我知名。这首诗是非常出名，全世界所有教会应该拢会吟这首诗，有几啊百种的这个语言。伊这首诗的作词的这个作词者，伊的名叫做 Anna Bartlett Warner。伊所做这首诗，伊本身是圣诗的作家，嘛是小说家，甲儿童的文学作家。伊的姐姐Susan Warner， 甲伊做伙拢咧做这个文学的创作小说。伊姐姐有一本小说叫做《Say and Seal》，就是讲话，但是讲的话搁甲封起来。伫这个小说中间，就写了这首耶稣听我知名的诗。这个作曲家 William Bachado 这个Bradbury， 伊就对这本小说的中间有看到这首诗，伊会非常感动。所以这个 Bradbury 这个作曲家，伊本身是19世纪美国真有名的圣诗的作曲家，音乐的教育家，甲音乐出版家，甲钢琴的制作商。伊15岁都担任这个管风琴师，以后成做合唱的指挥甲音乐的教师。伊伫写这首诗的时阵，本来这个安娜瓦纳，伊就敢若写耶稣听我知名。伊有记载伫圣经头前，在后壁伊就将即个副歌，就是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伊就安尼甲编入去。所以这首诗都规个都影响全世界足大个。这首诗咱嘛足熟个，咱就开始来练习这首诗。小咱咧唱的时阵，咱就亲像囡仔，因为这是儿童的圣诗。咱细汉主日的时阵，应该拢捌唱过。所以，咱会当用真轻松、敢若儿童、纯真的这声音来唱，来。来。耶稣听我知名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细汉囡仔虽能食，主耶稣话听小命命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，伊有时体问对教你，我的罪过已洗净。叫伊世行入内面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伊到路尾，伊要带我见天父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
载的圣经。哇，主要所听我有记载的圣经，希望咱每一天读圣经，伫行动实践圣经的真理的中间，对主耶稣哪来哪认捌。咱牧师讲道出的回应诗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这首诗的作词者是这个 Washington Gladden， 伊是美国真出名公理会的牧师、作家、社会改革家，伊嘛是19世纪的这个社会福音运动的重要的领袖。伊主张基督信仰，毋但是关系到个人的得救，嘛是爱积极关心社会公义、劳工权益甲送向的问题。伊有担任牧师，特别佫有做报纸的编辑甲专栏的作家，非常积极参与社会改革，支持劳工组织甲工会，被认为是美国伫早期公开支持工会真出名的牧师。伊认为福音毋但是带人来上天堂，更较要紧会当来改变现今的这个世界。这个 Gladden 上出名的这首作品，伊的歌词。这个作曲家是 James William Eliot， 伊是英国人，伊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真出名的作曲家，甲官方琴师，圣诗的编辑家，甲童谣音乐收藏家。伊互人上迄个熟知的，就是真侪英国的童谣即个歌曲。但这首诗并毋是伊的即个童谣，但是是伊上出名的一首诗。所以迄个伊伫迄个童谣音乐伫英国真著名的即个真重要的人物。除了即个教会音乐以外，即个 Eliot 伊佫有写一本迄个鹅妈妈童谣的配乐集，伫英国受了真大的即个欢迎。咱接下来串联这首诗。咱来第1节到第1节到第4节就好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行顺好驶人类路途，予我学你有力同行，一切着我坦然困苦。希望的光大就灿烂，祝我头前的路开阔，求主相助，真实平安，予我重新为你来活。阿门。联系到这。各位兄弟平安哈！今仔日是总会的曙光的奉献主日，奉献茶放在各位的面头前，请各位兄弟会当关心，会当奉献。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。
我求救的日，我的对敌要拢我转身提去。上帝为我，这是我所在。我靠上帝，我要学罗伊的话；我靠上主，我要学罗伊的话。我已经我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人要写法对我打话，三甲吟诗来学罗上帝。圣诗132首，圣诗132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生命，咱的主，对圣神道爱，对在生命来主席，以温柔来高灵来属我，愿是一个心爱中的物，愿在你的心中我，主你，那这全能的。请坐。咱三甲用启应文2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8篇记载伫圣诗第1049页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起厝师傅气杀的招。
这是上主的作为，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得到受祝福。着野树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当心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诚心阿罗你，谦卑诚恳来敬拜你，为着你所创造的天地、宇宙万物，也为着你允许人类智慧甲心灵的瓦靠。因为你的慈悲、你的信实，互阮得到永活机会甲灵命。亲爱的天父，阮要认罪，因为阮的自私、阮的贪念，袂记你一切拢是主的恩赐，袂记你对你应该有的谦卑甲顺服。主啊，因为阮的软弱，咧对抗自私欲望的能力甲勇气顶头，完全无法度达到你的期待。主啊，阮有罪，阮辜负你所允许的资源，无知浪费资源来满足俗世的欲望，你使到规个地球的环境承受真大的压力。阮时常借着环保的名，制造更较多违反自然规则的变化，互你所创造的自然环境在恶性循环中间，更较严重的去破坏着。主啊，阮有罪，阮伫无充分准备的状况之下，以有限的资讯、偏差的价值观，以及也未经过严格检验的推论，互人工智慧甲电子神经网络，成做魔鬼侵入人类生命的新环境，错误造假电子推论的资讯在网络之间在流传，互撒旦有更较多的机会去制造仇恨、制造怀疑、制造猜忌。主啊，人类的自私甲贪婪，去误用你的恩赐，互人类更较耗费自然资源，更较迷失自我。阮深深恳求你，会当允许阮更较大的智慧甲能力，互阮会当善用你对人类的恩赐，互阮用实际行动来拒绝魔鬼的引诱，谦卑额头认罪，来成就你对阮管理世界的托付。主啊，阮看到愈来愈多国际领导者刻意去散布廉价仇恨、对立甲战争，来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。受灾的百姓烦恼、哀伤、痛苦、绝望的面容，无法度柔软掌权人的心。主啊，人类的罪极深极重，唯一会当救赎的，只有伫主你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会当拯救人类的灵，互迷失的心找到指引正路的光。求你赐予所有的掌权的了解，国家是因为人民百姓才会存在，世界是因为你所创造的万物才会存在。无必要的出于私心，毋是公义的对抗甲资源的争夺，甚至挑拨战争，是违背上主心意的。阮恳求你会当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了解，人类的平安、生态的平衡，才是至关的利益，才是合于上主心意的做法。主啊，你的义是听，是信实。求你互所有的人类会当理解，只有遵你的义，行你的道的，才配得迦南地的应许。主啊，阮想要恳求你，会当伸出慈爱的双手，互受伤、受苦、
受灾的百姓，感受到你的救赎，体会你对众生的爱。互众百姓因为体会你的疼，看见光，看见因光明的未来，也互所有看到你的疼甲信实的人，有机会去做内心内底的圣殿，甲你会当亲近。主啊，受惊吓的心，求你会当抚平；受害的身躯，求你会当医治。因为战乱死亡的灵，求你会当接纳；教会的事工，也求你会当时时看顾；也愿你会当指引所有的会友的灵修，提升所有会友属灵的生活甲性命。主啊，我愿意甲你同在，甲你同心，甲你同行。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有一粒平静的心，领受你的教示，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。阮排列以上的祈祷，诚心恳求你的接纳。阮也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来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弥迦书第7章第18节到第20节。弥迦书记载伫台语和日本圣经旧约第1030页。上帝啊，是水亲像你，是赦免罪过，宽恕伊所剩的百姓的过失的。伊无水劝受气，因为伊欢喜怜悯。伊要我等怜悯咱，伊担咱的罪恶伫骹下。你要将因一切罪恶ฮ็伫深海。你要照古早所对阮的列祖救抓的，是诚实伫雅各，行慈爱伫亚伯拉罕。请黄泽燕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信实不变的听。大家做伙来祈祷。恩典的爸上帝，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求你的神帮助阮，通将阮过去一礼拜所拄着，无论欢喜、快乐、悲伤、烦恼，伫即个时，拢通放落伫你的面头前，简单享受伫你内底迄种的平安，也通互阮通过敬拜。通过你的话语，重新得到气力来跑走，阮着跑走的路程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一首诗歌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。咱嘛有诗歌咧讲，自爱永不变。但是咱来想看觅。世间敢有迄种袂改变的代志？世间敢有迄种袂改变的代志？迄个袂改变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做过爸母的人，拢知影讲，当婴仔细汉的时，当伊咧困，咱时常拢会走过甲偷看，看伊有踢被无。可能到5、6岁，咱幼儿会去甲看，看暗时咧困会踢被无？10几岁，嘛有可能咱会过去甲巡一下，暗时要困的时去甲巡一下，会踢被无？但是等有一天伊结婚的时，结婚了后，你敢会过去甲伊的房间门甲拍开，去甲探讲伊有踢被无？有，我捌知影讲，有爸母，甚至连囡仔结婚了后，幼儿园会去甲探讲伊有踢被无？因为伊感觉讲，迄是伊对伊的关心。但是这敢是一种的不变的？对迄个关心嘛好，对伊的疼，用安尼来表现讲，我对你的疼永无改变，安尼敢有适合？所以，当咱咧讲不变的时阵，到底是咧讲什么意思？咱来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疼，敢有改变？有，伊对因的疼不是咧改变。伊有当时是受气，咱看到讲伫创世纪第6章第50到第6节，上帝看到。人类大家拢邪恶，拢心怀邪念，所以就后悔家己伫地面上做人。上帝毋是干那疼人尔，上帝后悔做人，所以上帝甲哪讲？我决定要灭绝人类，世界充满着因的暴行，我要将因甲这个世界。做伙消灭。上帝毋是干那咧疼世间人，上帝伫迄个时阵，甚至讲要甲遮个人消灭。
咱嘛伫创世纪第7章、第8章读到即种拿阿大水的故事，但是到第8章的21节，上帝讲伊欢喜，这会祭司所，这会献祭所发出来的香味，心内咧想，我无要阁因为人的行为咒诅大地。上帝的听有改变无？有。但是迄个听是甚物种的改变？上帝的听，甲伊讲，即个时阵我听你，迄个时阵我无爱听你。上帝的听，迄个形式，迄个方法，有当时是对着即个情景的无共，伫迄个所在来改变。无像我头拄咧讲，婴仔时可能咱会去甲猪讲伊会读批无，然后渐渐大汉，可能咱就愈来愈袂去甲看。有当时可能一礼拜去甲看一遍，等甲伊大汉，伊已经成家立业的时，咱可能就袂过去甲看。当时迄个听敢有改变？因为你无去甲看，伫迄个所在来改变咧。前2天，我的查某囝转来甲阮做伙过即个5日节。去踅街的时，我看到伊牵因红婿的手伫后壁咧看，心内有一点点不是滋味。应该我牵的，他即马换人牵。但是你就知，伫迄个时阵，伊有得到别人的听。你要搁我手起来讲，这爱我牵的，毋是你牵的，也是你伫迄个所在会祝福因，用无共款方式的听，伫迄个所在来听因。米迦，这位先知，伊是一位真特别的先知。今日咱所读的米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是伊煞落尾，伊已经要结束伊的先知的生涯时阵，伊伫迄个所在，有人讲是做信仰的告别，有人讲迄是伊伫迄个所在的一条俄勒的事。米迦所认捌的上帝是一个实在的上帝，所以人必须要逐个方面拢爱有意识着讲，迄个上帝是在地地，迄个上帝甲阮相甲地地，迄个上帝毋是干那伫宗教生活顶头，甲因有关联。当因来到礼拜堂的时，他讲上帝甲我有关联，是伫因咧食头路。因咧面对着法律的问题的处境，人类每一个细节的所在，拢甲因有关系。米迦所认捌的上帝，是一个安尼的上帝。迄个上帝，毋是干那甲伊的选民立用啊。迄个上帝是甲所有的民族国家拢做伙上帝。甚至，伊会介入人类的事务，毋是干那顾以色列，而且会包括其他国家，甲因对以色列甲犹太影响。这是伊认捌的上帝，毋是一个去用伫遐甲伊靠讲，你干那伫即个所在。迄个上帝是甲因的生活。因啉食、因行达，拢有关系上帝。所以米迦伫迄个所在，咱真熟的。伫第6章的所在咧讲那，上帝所喜爱的是好人民、行公义。伊迄个所在会使谦卑甲上帝相见。咱看到米迦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，到尾。伊用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信仰告别，要来结束伊先知的工课。所以，伊伫18节的所在讲，上帝啊，
治罪亲像你，是赦免罪过，凡是伊所剩的百姓会过失的，伊无永远肯受去，因为伊欢喜怜悯。伊迄个所在咧讲，治罪会亲像你，什么人会亲像你？你发现着讲，米迦的对上帝的人物是对比较来，讲有对一个心灵亲像你，无其他的心灵亲像你。米迦伫迄个所在做比较，有当时咱咧讲，比较是一个互人会使进步、互社会进步的动力。因为伫比较，迄就是一种的竞争。竞争的下面，社会才会伫迄个所在来进步。但是比较嘛，互真侪人伫迄个所在阵停落来。是安怎你要摕我和伊比咧？所以有当时咱都爱知，什么时阵通比较，什么时阵毋通比较。对米迦来讲，伊因为对上帝的人物，甲伊对别个生命的人物，伫迄个比较的中间，伊到尾伫迄个所在讲，治罪亲像你，治罪亲像你，有比较，所以伊知伊所服侍、伊所相信的即个上帝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有比较就有关家好歹的分别。就亲像我的囡仔，捌一遍咧读国小的时，走转来甲我讲：考试都有排第一名甲上尾一名对无？我讲对。我即回换我做上尾一名哈。伊知影讲。有考试就会有有分数，就会有比较，就会有迄个悬低的分别。所以有当时，咱伫伫个所在讲无比较就无伤害，莫比来比去，到尾咧，发现着讲是安怎，我拢比别人较笨通，我才会比别人较无好。但是比较有两个面向，咱安怎来运用？圣经的和合本的圣经也好，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也好，也是讲巴克的译本的圣经也好，咱拢通看到讲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咧讲起即个比较，讲亲像你，这就是一种比较的结果，亲像你。伫迄个比较的结果内底，咱发现着讲，比较伊。安怎去认捌上帝？迄个认捌上帝是对什么所在来？对米迦来讲，伊领受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直接甲伊讲：你诚做一个先知，你爱去讲什么款的话？伊诚做先知去讲上帝爱伊讲的话，迄是米迦的经验。对咱来讲呢？咱捌上帝是对来捌，咱捌上帝是对上帝话语，甲咱伫生活的体验，对圣经内底上帝话语，也伫迄个所在，咱看到上帝的作为；伫圣经的内底，咱看到上帝怎样通过先知。通过以色列人的生活，也咧甲咱讲起，伊是一个搁活搁真的上帝，也咧讲起上帝到底伊的本质是甚物？毋是敢若伫旧约来到伫新约，咱犹原看到上帝怎样伫迄个所在将伊的囝赏赐互咱，为着要赦免咱的罪。咱看到讲，迄是对圣经的话语来，咱捌上帝。另外一个，
咱通对即个咱的生活的体验，圣经的话语安尼咧讲，伫我的生活内底，我敢有即种的感受咧？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咱会发现着讲，伫即种感受也好，特别伫生活的体验内底，你会去发现讲，迄其实是一种比较，迄其实就是一种比较。真侪人咧问讲，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？问到这，我有当时真歹回答，拢会讲啊，你要对对算，对阮爸爸迄边算，啊，对阮妈妈迄边算。因为我的老爸，若对伊迄边算，伊是我的老爸迄辈，我的阿伯因内底，我的阿姑因内底，敢若伊一个信主。伊来信主，其实是伫伊读高中的时阵，伊发现着讲，教会去教会的同学唱歌真好听，所以伊就真意爱甲因三个做伙唱歌、唱圣诗、唱一寡遮的诗歌。因唱歌真好听，这就是比较来。无去教会的人，可能唱歌无遐尼好听。伫迄个比较的中间，伫迄个生活的体验内底，伊感觉讲，来遮袂歹。过去咧牧会的教会，嘛有一个长老，伊是第一代信徒。咧问讲，啊，你是安怎来教会？教会来教会真好耍。来教会真好耍，这嘛是比较来。无去教会就无好耍，伫外口无好耍，来到教会真好耍。所以伫迄种生活体验内底，其实咱拢有伫迄个不知不觉的中间有去做比较。问题是听要安怎比较咧？听到底要比什么？我捌叫我的囡仔甲我挑战，你较爱姐姐。你比较喜欢姐姐，你比较爱姐姐。我问我是安怎？讲你对姐姐较好啊，对我较歹。我是安怎对姐姐较好？伊就讲出伊的感受。姐姐若要安怎，你就会互伊；我若要安怎，你拢无爱互我。这种的比较中间，你会发现到讲，其实有当时你也来解说讲是安怎，毋是讲你无爱互你。是有互你无共款的物。我讲，我举一个例，讲恁姐姐，去练鼻仔咯，伊坐落来就会使伫遐练，专心练。你去上2节课，就甲我讲你无爱练啊。啊，我若讲要求你甲恁姐姐共款的时阵，安尼你会感觉安怎？想起来讲也对吼。有当时你会发现着讲，当咱咧听伊，咱咧听别人，兄弟姊妹中间，因为迄个方式的无共款，你就会发现着讲，伊比较的中间，伊会甲我讲，你较听伊，你较无听我，听无法度比较，听只有伫迄个感受的中间，慢慢来去感受。所以，差不多我咧讲，迄个咧，到结婚了后，搁要去甲看讲伊有读会无？这敢真正是听伊咧？咱会发现着讲，安尼来讲是，其实米迦书到尾咧讲，到第20节的时阵，伊咧讲诶，讲你。照古早对阮的列祖所咒詛的是诚实伫雅各，行慈爱伫阿伯拉罕。现代中文译本甲伊讲，你伫雅各甲阿伯拉罕的中间行迄个信实不变的听，信实不变的爱。讲听，其实讲起来真简单，真容易。但是要实践的时阵，
你就会去拄着困难，就会去拄着难题，是安怎？疼的中间上困难的，就是当你咧讲疼，迄个疼爱去赦免，爱去怜悯人。要疼家己介意的人，真简单，真容易。要去疼迄个你感觉讲无高水、无可爱的人，迄种的疼，有当时互你感觉讲会疼袂落心啦。我毋知咱有即种的感觉无？要去疼迄个，要去赦免迄个得罪你的人，迄个甲你作对的人，你会感觉安怎？疼会落无？我是安怎要赦免伊？迄个疼要求讲你爱赦免伊，迄个疼要求讲你爱怜悯伊，你爱知伊的处境是啥物。但是往往迄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，咱真困难去赦免、去怜悯迄个咱认为无可爱、无高水的人。但是，咱看到米迦伊伫18节到20节，迄个中间，伊伫迄个所在咧讲有对一个神明亲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因产业中存落来的罪过，遐存落来的百姓的罪过，伊永远伊遐袂愤怒。欢喜是稳定。伫个所在到19节讲，伊要活转人民咱，伊打咱的罪恶伊骹下，伊要将因一切的罪恶撇伫深海。迄种上帝的疼，伊去经验着上帝的疼，面对着遮个存落来的人，受了后存落来。伊伫迄个所在咧讲的，是伊要赦免因的罪孽；伊伫迄个所在要饶恕遐存落的人的罪过，伊要甲因的罪过打咧，打伫骹下，要将因一切的罪恶撇伫深海。咱看到伊安尼咧讲。因为伫伊的一生服侍一生中间，伊去体验着信仰，互伊去体验着讲上帝的本质是疼。虽然上帝有当时会变面，看到因做歹离开伊远远的时阵会受气，但是当因悔改转来时，犹原伫遐怜悯因，犹原伫遐接纳因。伊看到上帝即种的本质，迄个疼虽然伫无共款的情况处境的中间有无共款的做法，但是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本质是疼。就好亲像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内底讲，咱知影，而且亲信上帝是疼咱的，上帝就是疼。住伫疼内面的，就是住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甲住伫伊内面，咱看到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起，什么是疼？上帝是疼，迄是上帝的本质。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真侪人拢会晓背一节经节，讲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赏赐互伊，叫一切信伊的也免得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信仰的难题，信仰的难题是要安怎互咱亲近上帝，用不变的疼去疼人。人拢有有限，咱若要用家己的方式去疼人，你随时就会发现讲你疼袂落去。看到遐个无可爱的人、无高水的人，你随时就会发现着讲你疼袂落去。但是咧，要疼别人，毋是靠家己，
是爱倚靠上帝，倚靠上帝来听别人，因为咱知上帝听咱，所以咱嘛要听别人。记得讲去做生命教育的时阵，时常会甲遮个囡仔讲，上帝听我，所以我听你。咱伫迄个所在咧讲，迄个毋是干那咧甲囡仔讲，其实嘛咧甲咱家己讲，迄个听毋是对咱家己来，迄个听无法度倚靠咱家己，是倚靠上帝。所以到伫20节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咧讲起讲，你要用信实对待雅各，要亚伯拉罕一生慈爱，也是讲你要雅各亚伯拉罕显明迄个信实不变的听，若无用信仰做基底，就真容易变调。迄个听若无伫信仰的内底，迄个听随时会变做讲，我听你的时，我望你对你遐得到什么款的回报。我听你，你就爱安那来回应我的听，无达到我所想象的，安尼我就无爱阁听你。咱若无信仰做基础，就随时会下落去伫迄款的内底，因为安那我听你无符合我所付出的成本，所以我就无爱听你。但是米迦所体验上帝听，却毋是安尼。米迦伊所体验到迄个上帝听，是信实不变的，信实不变。迄个信实，咧讲 faithfulness， 还是咧讲 faithful， 这是一个无法度靠家己达成的。米迦伫服侍的过程中间，知影讲迄个上帝的信实，咱要知上帝是信实，咱要学即款的信实，其实无法度靠家己来达成。中文甲 faithful 甲翻做信实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信仰迄个信仰，毋是空的，毋是虚的，是安那实实在在。迄个信仰毋是空的，我咧看上帝，迄个是信实的上帝，迄是一个安那，毋是空虚的。伊个信仰内底的上帝是实实在在。所以即款的信息对米迦来讲，伊是伫生活的内底。通过不断伫遐忍耐，透过共同体的生活来形塑。伫迄个所在，爱透过共同体，所以信息咱咧讲听，是安那研究忍耐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的时阵，迄个爱，迄个听，其实是伫迄个不断。咧经验着失败的时阵，犹原通忍耐。伫迄种的内底，犹原失败中间，犹原要倚靠，慢慢来形成。伫咱的社会内底，有可能当我失败的时阵，安尼即个方法，即个无效啊，我搁要来换一个，我搁要来换一个方式。但有可能伫迄个所在有真济选择，但是。信实就是伫迄个看做无效，伫失败中间，犹原忍耐，犹原愿意相信倚靠。信实是一个共同体内底，甲其他的人三甲伫迄个所在，可能互相咧磨，可能你伫迄个内底看到讲，你真讨厌的人是安怎今仔日嘛来甲你三甲做伙做礼拜。是安怎？你伫团契内底看到迄个袂顺眼的人，伊犹原太今仔日过来到伫礼拜堂，含你三甲做伙坐做伙。我还记得日本咧读册的时阵，有一个牧师，伊咧讲出伊的见证，讲伊咧牧会的时阵，有一届，甲伊的长老有真大的冲突，意见袂合，所以伊咧讲，伊迄个礼拜。
拢一直甲上帝求讲哦，上帝哦，迄个长老即礼拜莫来教会礼拜，哦，伊就看到伊就足讨厌，所以甲上帝安尼咧求。但是咧，无想到讲礼拜日的时阵，礼拜时间到，迄个长老犹原对后壁行入来，坐伫迄个礼拜所在，坐伫遐，甲伊三甲做礼拜。迄个时阵虽然毋知要安怎讲起讲啊，上帝你太无听我的祈祷，但是犹原伫安尼的中间，咱看到。迄个牧师伊到尾咧讲，迄个长老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信仰。伊无因为含我冤家意见无合，所以伊就安怎？安尼我无爱来礼拜。迄个牧师伫遐咧甲阮三个分享讲，迄就是信仰，迄就是信息。伫迄个甲人有冲突的中间，犹原愿意甲伊三个伫遐做伙来敬拜上。有当时，咱伫即个社会，因为选择真济，交通真方便，今仔日我含什物人袂合，啊无我就安那，莫来甲伊三甲做伙，我就来北京教会就好。咱时常会面对着即种的诱惑甲挑战，爱记得掠条听的本质，咱才有法度去经验着美家咧讲。迄种信息不变的听，迄个听的本质是啥物？是上帝是听。无论安怎，有可能咱拄着挑战艰难，甚至迄个苦难，迄个艰难是咱无法度去忍受的。你若去看真济基督徒，伫过去台湾的历史中间，因受到的即种的迫害，你会发现着讲，迄种的实在是无法度忍受。但是因为因听，因知影上帝是听，伫遐互因跋过遮的苦难。咱伫生活内底，都要不断去学习，要安怎放乐，咱才有法度伫听的中间有产生赦免的可能性。你若无放乐，真济代志。犹原伫遐掠条条，无想要改变，你就无法度知影什么叫做赦免。所以伫生活内底，咱其实就是不断咧学习，要安怎放乐，互咱通有赦免的可能性。上大的放乐是啥物？上帝将伊的独生囝仔，互咱世间人。上帝若甲耶稣基督掠条条无爱互咱的时阵，咱无法度伫迄个所在享受着伊的拯救。我靠信息不变的上帝，咱才有法度体验迄个什么叫做信息不变的听。咱只有伫含人三甲做伙，共同体三甲做伙中间，咱才有法度三甲做伙对遐看到讲。迄个米家所咧个别，迄个信息不变的听到底是啥物？因为米家一生对上帝领受伊的话语，忠实伫对上帝脚步咧行，然后伫遐到尾，伊伫遐咧讲起上帝是一个信息不变的听。毋望咱三甲伫即条信仰的路途顶头做伙行。通过咱三甲做伙行，会使去经验到即种信息不变的听，伫咱的内底，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团契，伫咱的中会，伫咱的总会内底。今仔日是总会奉献主日，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，真感谢过去大家对总会事工的支持。总会有当时，互咱会感觉讲真远真远，其实无远啦。咱就是拢总是总会。当咱三甲组织做伙的时阵，咱就诚做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是伊的一份子。总会咧推动真济事工，包括传道的事工，咱有包括原住民的事工。
有遮个时间来，互咱三甲做伙关心，做伙伫台湾、伫世界做伙来做见证，讲起上帝是信息不变的天。望咱为着总会时间来关心奉献，互咱三甲做伙伫即个世代，诚做光，诚做盐，来荣光上帝的名。咱三甲做伙来祈祷，主阮献上感谢，由你的神引带阮伫你的内底，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帮助阮，互阮无用家己做中心，学习要怎样掠耶稣基督的心做阮的心，来对伊行信仰的路程，来荣光你的名，来互众人因为阮得到利益。阮谦卑伫你面头前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斗阵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做伙来读两遍。伊要我当怜悯咱，伊担咱的罪恶骹下。弥迦书第7章19节。伊要我当怜悯咱，伊担咱的罪恶伫骹下。弥迦书第7章19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47首。圣诗547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单手五即次，占灵仪即次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201页。第2点，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特别派黄哲彦牧师来咱遮讲道请安，多谢黄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牧区消息。沙漠里牧区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夏令营的筹备会，请同工会当参加。第2点，双联团契定伫6月24拜3顶埔要举行团契1日游，请客友会当参加。奉献的部分后错误，请往中节来做订正。周间的聚会甲后周圣工侍奉者。请家己看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今仔日为着真侪事来做伙来祈祷，互咱大心为着世界、台湾甲各地宣教士祈祷。那么为着今仔日的总会事工所需要的遮个经费来祈祷。那么为着咱教会逐样的事工，咱的建堂、咱的宣教、咱的逐样的遮事工，去求主会当来保守引带。那么为着怀孕的姊妹省应，互省应昨有去大产，咱恳求主保守，互伊会当真平安顺利。那么为着如营的怀孕过程继续祈祷。那么为着伫处理疗养的直顾兄、成五兄、燕纯、应轩、林水长老、慧玲姐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俊生兄、丁友兄、明理姐、道明兄、阿菊姐。嘛，你处理疗养的文字者甲伊利来祈祷，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透过你的话，搁一摆来看见你对阮永远不变的疼。帮助阮兄弟姊妹伫即个世间，虽然阮会拄着真济，互阮感觉真艰难的代志，总是主互阮相信你的话永远无改变。主也帮助阮行掉安尼的疼，行掉你的话，继续阮头前的路。无论伫阮每一个人的生活，也是阮的服侍中，伫阮的敬拜中，阮拢会当。时时刻刻会当来实践主你对阮的疼，也互佫较侪人会当因为安尼的疼来认捌你。主，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阮的教会有伫面对建堂的议题，也是阮做事工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，互阮会当超找上帝你所想所互阮的方向，也伫每一个事工顶面，也互阮所接触的遮个朋友，也是教会兄弟姊妹，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，得到起造。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，帮助即个世界有逐样的遮个战乱，也是纷争。主，阮恳求你的真理，亲像光来照入去遮个黑暗的所在，也来帮助侪伫中间受迫害的人，互因的性命会当活出自由、逃放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台湾来祈祷。恳求你保守阮即片土地，互阮伫真恶劣的环境的中间，也有缘会当持守真理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台湾的遮同胞有侪人也未认捌你的，也恳求你赏赐你会好的时机，伫遮个人的中间引出遮个也未信的朋友会当来认捌你，也特别为着阮厝内也未信的亲人来祈祷。
恳求你的神伫因的中间来运行，会当互因会当了解主你对因的疼是无限极大的疼，总是因要来祈祷安尼一个机会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逐国的宣教师来祈祷，帮助遮的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会当有做好的福音的事工，也恳求主你保守因的活命，互因伫当地会当受到尊重，因所做的事工也会当受到看重，因所带的福音的种子，有一天也会当紧紧来布芽生长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伫病院生产的性命，恳求你保守，互伊规个过程拢有上帝你赏赐的平安，甲伊同在，也如因也伫怀孕的过程，恳求你来看顾，保守伊，也陪伴伊的家庭。主，阮也要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你处理疗养的，也是拄仔出院的，也是伫做复健的，主拢恳求你保守看顾，互因会当得到好的医治。也帮助因伫病痛中间会当来倚靠你，主恳求你会当来顾守遮兄弟姊妹甲因的家庭，互因伫病痛中间无失去信心。主，阮恳求你保守看顾。即时，阮也要将阮所有兄弟姊妹交代伫主你的手里。主，即时的天气非常的炎热，主恳求你的保守，互阮有好的精神，无论伫阮的家庭的生活，伫阮的职业。阮的学习，伫阮教会的服侍，祝福阮拢会当有好的精神，会当做伙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祝阮为着遮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。阮即时也要将阮中间可能有内心忧伤的兄弟姊妹，也交代伫主你的手里。主恳求你也保守因，看顾因，互因的内心有平安。主恳求你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个礼拜，会当为着主，会当勇敢来踏出阮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好，直接袂去介绍今仔日黄牧师娘嘛，伫咱的中间，吼，黄牧师娘坐伫遐，吼，咱嘛拍拍欢迎牧师娘。好，这是咱用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咱来做伙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庇护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庇护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即是来吟圣诗389首，临时煞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